各位兄弟平安。即马咱开始今仔日的吟诗而乐。首先，咱来看第16首。第16首，咱着对主唱歌，咱唱全首。线接，咱来看185首，185首，造化的神，你伫早起啊？这首歌是一个拉丁圣诗啦，哈，第9世纪的，伫17世纪的时阵，哈，这曲是17世纪一个德国的作曲家Volperius 所写，啊，落尾，巴哈伊嘛甲用踮伊的清唱剧内底，然后对这清唱剧有兴趣的吼，就知影这是122首上尾一地啊，上尾一首内底，伊几若首，有 solo 有 chorus 吼，上尾一首就是新生儿，伊的主题就是咱即摆唱的这首吼。好，咱来唱第1节到第3节。
三十。我会心平地降临，属你多定的日光来袭，你是兄弟相求而难，敌对兄弟。观行，属你本心，尊王我命，后我对你马背加强。好，要煞接咱来看575首，575首。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这个词是美国的 Gilmore 牧师所写的啊。这曲咱今仔日唱这575首是美国的作曲家 Bradbury 啊，伊所写。但是咱的这本新圣诗内底同款的词，咱有2个曲，还有另外一首嘛，大家真熟的萧泰然。老师伊所写646首歌词拢共款，吼。咱今仔唱575首，咱唱前3节，吼，第1节到第3节。来。上到尾，咱来看397首芦苇圣诗原主赐福保护你。好，来。万兄弟应当配。
到这。时间已经到，这时礼拜要开始。真好啊！感谢耶和华，唱歌和乐，至悬的名。早起时报扬你的慈爱，暗暗时报扬你的信实。恁着和乐耶和华，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咱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第16首，咱着对主唱歌，请起立来吟。咱犹原徛地，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这个圣的安息日，阮搁一遍来到伫你的圣殿，三甲自执礼拜，听主你所要教示阮的道理。对你的教示，互阮会当轻调伫主你的身边，
实践你所教示阮的道理，广传福音，兴旺教会，互所有人得到利益，互阮的社会国家得到祝福。天父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伫阮的国家拄着困难的时，你有听阮的祈祷，你有引带阮勇敢来对抗伫国会中不义的力量。台湾是阮的家乡，是你所赏赐予阮一生一世的家园。自由民主、热情好客，是得着阮用所有力量去保护伊。阮的努力无够，但是阮知安尼的结果一定有你的旨意在内面。你的确，互阮无失志，阮也要继续努力。头前的路还阁真长，阁有真济的颠簸困难在头前。求主你继续引带阮，好胆进前，勇敢对抗邪恶甲不义。上帝啊，伫即个时阵，请你甲阮同在，互阮用平静的心去接受阮无法度改变的事。求你同时也赐下勇气，互阮会当继续行义的路，保护阮国家的民主甲自由。请你互阮智慧，互阮伫往前的跑走的路程中，知影什么是对真理，什么是歹不义。主啊，即时我嘛要为着教会年长的长辈来祈祷。阮有看见因年纪渐渐大，开始有拄着身体健康的问题，行动不方便，身躯破病，精神无好，甚至离开阮。天父上帝，阮迫切祈祷，求主你甲阮做伙，时时安慰因，做因的帮赞，互因虽然年纪大，但是有快乐平安，甲因三甲地地。因伫年轻的时为教会出力，听教会，伫教会所有的事工顶面努力拍拼，做阮的好模样。因奉献金钱，做教会的需要，无计较，无轻分，为着传福音，勇壮教会的使命，一直向前。我要甲因摆在伫遮，恳求天父上帝特别大大赐福互因。即时，我们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，做伙出声来讲：阮伫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。阮的一时行予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因阮后赦免过阮的人，为你带阮入去。请坐。启应文第59篇，这是记载伫罗马书第10章。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，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：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。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。毋过因拢无信伊，哪会求救伊？拢无人传，哪会听着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脚迹哪会见水？以赛亚讲：主啊，啥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？
过我要问，因兼真正拢无捌听到，因为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遍全地。咱个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第185首，做华的神，你伫早时，请起立来吟。请坐。额头三角来祈祷，听阮的爸上帝，阮知人伫活，毋但干那一瓦克美牛，搁较是瓦克你的喙所出朗诵的话。阮即时袂谦卑听叹你的话，恳求你的加持。愿圣神拍开阮心灵的耳孔，甲心灵的目睭，互阮会听见你的声音，看见你的拯救，通行伫你永活的道路。
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看上帝话，这是记载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1节到11节。腓立比书第3章第1节到11节。最后，兄弟姊妹，恁着靠主来欢喜。我阁讲起以前所写的，对我并无麻烦，对恁却有帮助。着注意迄直教，注意遐个做歹的人，注意遐个家己挂上身躯的人。其实，咱才是真正受割礼的人。咱通过圣神敬拜上帝，夸口基督耶稣，无瓦靠外表的礼仪。若讲要瓦靠礼仪，我嘛会。若有人想讲伊会当瓦靠礼仪，我搁较会。我出世第8日就受割礼，是以色列人，属便雅悯之族。是纯粹的希伯来人，对守律法来讲，我属法利赛派；对热心来讲，我是教会的迫害者。对守律法来，正做义的标准来讲，我拢无啥物通嫌。毋过以前对我有利的，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，我甲伊看作损失。毋那安尼。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，因为我看认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上宝贝，为着伊，我放下一切，看万事做本色，是要得着基督，完全甲伊结连，无阁有迄款靠家己守律法来得着的义。我现在有的义是通过信靠基督，是根据信来得到上帝所赏赐的义。我所爱的是认捌基督，佮体验伊佮活的大能力，甲伊做伙受苦，经验伊的死。望家己嘛会当对死佮活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的人。这时，咱要请圣歌队用诗歌带领咱来做礼拜。今仔日因要唱的歌是《无敌歌路》，这首诗歌是咱教会蔡仁杰执事所作曲的歌。
讲道请陈永文牧师。主内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感谢阿萨甲希曼诗班今仔日通过人格之书所写的课，马太福音第6章的词，这首无得看路，用真水的旋律引带咱来思考歌词内底的话。咱为2礼拜前来进入这个腓立比书。是一篇真短，但是真有意义的批信。对第1章开始，咱就上面读到保罗甲腓立比教会中间迄种真亲密的关系，甲因迄种共享的团契，即个 koinonia 即个一再出现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咱嘛感受到腓立比教会内部。实际上是有存在冲突，无和睦。有学者讲，是毋是保罗家己有迄种偏爱的小团体，以到有别人感觉伊偏心。第1章40到80有即个暗示伫遐。是讲第4章讲起有2个妇女，因为对立造成冲突。是咱今日经文内底所讲起。迄个犹太教的因素带入来教会造成的，拢有可能，咱毋知。但是问题不遮严重。所以伫顶礼拜经文内底，咱读到保罗用4句话，一直甲因要求爱合一。伊也讲，恁着要有共同的目标，共款的疼心，相常的情感，甲一致的想法。搁较要紧的，保罗的顶礼拜经文用一首俄罗斯，就是讲起基督拼空家己，看无家己，谦卑家己的迄首诗，要互因来思考。伊的目的当然，望这个可能带有自私自利、顾家己的名声、顾家己的利益的这个腓立比的信徒，会当学习基督的模范。学习谦卑，看无家己，来建立一个同心合一的群体。伫顶礼拜经文内底，伊是用基督做学习的模样。到今仔日的一段经文，保罗爱因用保罗做学习的对象。咱后礼拜佫继续，嘛会佫读到保罗即种的期待。不过，今日经文内底较主要讲起的，保罗用真强的语气来谴责遐犹太主义者所主张的义，并且提起基督的义做对比。最后，伊用伊家己甲基督相拄迄个经验做例，来讲起伊安怎迄个信仰价值观的转变。这大概是今仔日即个经文上主要的主题，咱就为第1节开始来看起。第1节就真明显，咱咧读的时阵，会注意到内底有一个转折，口气甲主题拢改变。前半节真明显是一个要结束的话。保罗讲最后，兄弟姊妹，恁着靠主来欢喜。总是了以后呢，却有新的主题走出来。伊讲我阁讲起以前所写的，所以学者有2种无共款的看法。有一寡学者认为讲，第1节的下半节是另外一张批，后来编辑者甲无共款的批甲合做伙，所以伫遮才有即个敢若转折的即个过程。另外，嘛有学者认为讲是保罗家己迄个突然的改变，伊写到要讲个别的话的时阵，突然想起讲，腓立比阁有即个犹太主义的问题，所以伊才开始处理即个问题。咱若读即个经文，你就读就知影，一直到第4章第8节，伊才阁倒转来个别的即个主题，阁开始甲因讲兄弟啊，
最后我劝恁安那。所以，伫遮有一个新的段落出现，就是为3章1节一直到4章1节，拢是咧处理犹太主义的问题。不过，伫第一节的前半段，保罗已经提出一个真水的结论。伊伫遐讲靠主来欢喜，原文是伫主内面喜乐。伫遮即个表达真有意思。喜乐的源头，毋是外在环境的改变，啊是人为的条件，甚至嘛毋是因为人甲人中间迄个友谊造成的。喜乐是因为咱甲基督结连，这真要紧。因为伫保罗甲因辩论的遐对手，就是犹太派的人，因拢咧夸耀因家己的成就。但是保罗伫遮讲起喜乐，才是团契基础。伫主内面形成一个喜乐的团契，这会带予因真强的气力。不管心灵的气力，还是面对外在迫害伫政治上的气力，喜乐是迄个真正对抗的迄个力量的源头。所以保罗劝因伫主内面欢喜。然后下半节讲，我阁讲起以前所写的，即句话咱常常读，会感觉敢若真突兀，哪会走即句话出来？真有可能保罗伫进前的别张批写予腓立比的别张批，这批当然已经无去啊，已经讲起过即个主题，就是对这犹太派提出批判。当搁一摆提起即个主题，恐惊有一寡人心内无欢喜，你若搁要讲这，但是保罗知影无讲袂使，即个问题太要紧，所以保罗直接讲，这对我无麻烦，但是对恁却有帮助。这是真有意思的一种真迄种修辞的表达。第2节开始，伊就针对这带有犹太派倾向的，提出强烈的批判。有学者甲这个人用一种讽刺的话，甲因叫做“割礼党”的，主张做基督徒，嘛爱接受割礼迄派的人，割礼党。伊用3解讲注意，提出警告，而且注意用3个无共款的形容词来描写这个人，讲因是家己挂伤的人，讲因是迄阵狗，讲因是做歹的人。这三个表达拢真特别，咱为第3个先来分析。第3个讲家己挂伤的人，这和本讲家己乱挂的人啦，家己乱挂的人，这是讽刺的话啦。挂伤即字，卡塔托美，甲割礼皮里托美，其实是相关语真晏，但是两字完全无共。割礼是正式的犹太礼仪，要通过割礼要来达到洁净。但是直接讲挂伤卡塔托美，有带有迄种毁坏的意思，挂甲已经破坏去。所以保罗用这个要来甲因看清因的做法，甲因贬义，表示讲因所做是错误的，是一种外表的，是形式主义的。这是头一句对因的批判。第二句话讲迄阵狗，哇，这里头用词确实是较粗鲁狗原来是犹太人咧称呼外邦人的用语，狗常常互人感觉无清气，所以犹太人看外邦人是无清气的人，所以叫因是狗。而且保罗煞真讽刺，甲即句话用伫这犹太主义者身躯顶。恁这人遐尼强调礼仪顶头爱清气，结果恁家己踮仔乱挂，
挂到尾啊，互恁家己亲像狗安尼无清气吼。保罗的讽刺的话真强烈吼。最后一句讲，这是做歹的人，做歹人原文是做歹的工人。啊，有几个学者真有意思，因咧翻译即个圣经的时阵，甲翻做讲真出色的工人，啊是讲工作英雄，差不多翻做工作英雄即种表达。意思是讲，遮个人哦，想要靠伊认真做足侪代志，高举家己啦，哦，要互家己，互人看着讲我足人，我足拍拼，哦，即种人就是过头高举家己的人。今日文伫写即段诶释义的时阵，写一句讽刺的话，讲有个人足拍拼吼，但是上好较评论较好，较袂造成问题，吼，伊咧较讽刺。这啊，互咱想起顶一章第2章的时阵，保罗捌讲起有一寡人是出自歹的动机咧传福音，出自怨妒，出自要高举家己传福音。伊遐嘛有可能伫讽刺同款的即种动机的人。到最后第三节，保罗讲一句真有意思的话，讲若真正要讲行割礼吼，咱才是真正受割礼的人，咱才是真正受割礼的人。对保罗来讲，割礼若毋是外表的肉体的，是对一种内心的改变造成的。安尼保罗讲，咱基督徒才是真正受割礼的。即个真有意思，伊讲割礼是啥？通过圣神来敬拜上帝，夸口耶稣基督，无我靠外表的礼仪。这是保罗对割礼的一个定义。这咱较听结论的时阵，再过来详细来看即部分。为什么保罗会讲，咱才是真正受割礼的人？过入去进入到第4节，伫遐讲，拄仔咧讲，无靠外表的礼仪，无靠肉体，原文是无靠肉体。当讲了尔，伊接来讲哦，啊若有人想要靠肉体，我嘛会晓啊。啊若要靠肉体来讲伊较牛，我比啥人讲搁较牛。所以这是一个真有意思的一种，咱讲即种伊的修辞的表达。然后第5节到第6节，伊列出伊会当夸口的犹太人的身份，甲伊捌有的即种礼仪的成就。有一个学者 Joseph Hellerman， 伊有去摕到迄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结果，就是对迄个菲律宾的城挖出来，有迄种古早遐菲律宾的希腊人，因会用迄个所谓叫做英语的荣誉碑，就是讲用一个牌仔写讲我是甚物款人，我是甚物款人，我有甚物成就，我有甚物成就，有挖出即种的碑吼，真有意思。保罗伫遮敢若用类似的方式咧表达伊家己，伊嘛列出一份名单，头前4个名单是讲起伊为家族继承的身份。后壁3项较属于讲伊家己个人的成就，所以伊头前4项伊讲，我第8天就受割礼，这是犹太人一定有的身份。伊讲我是以色列人，讲家己是以色列人，真有可能因为伊咧辩论的对方有可能是外邦人，改信犹太教，连以色列人的身份就无。啊，保罗是正港的以色列人。第3项，伊讲我是便雅悯基族的。第4项，伊讲我是纯粹的希伯来人。这个原文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这表示讲保罗虽然出世伫大数，伊可能是希腊化的犹太人，但是为细汉就转去耶路撒冷受教育，所以保罗家己精通希伯来话，会当讲希伯来话。这甲遐袂晓讲希伯来话，已经希腊化的犹太人来比，伊搁较是彻底的希伯来人。这4项就是伊的身份。然后后壁3项是伊个人的成就。
伊讲若就受律法来讲，我是法利赛人呢，我是法利赛派。哦，咱知影伊捌缀法利赛的老师列比来学习。第二，伊讲就热心来讲，我是教会的迫害者，我捌热心迫害基督徒。哦，若要讲比犹太人，我搁较是。最后，伊做一个总结论讲，若对守律法来正做义的标准，我拢无啥物通嫌。哦，所以后壁三项咧讲，伊家己的成就，我遮认真做即个法利赛人，我迫害教会，我逐项拢律法的要求，我拢做到。讲到遮第7节，伊开始讲起伊的价值观的转变。伊讲，毋过以前对我有利的，现在我看做损失。而且用讲起伊的价值观的转变。而且要紧的迄个动词是啥？是看做。我看做安怎？看做安怎？保罗古早可能想讲，我做犹太法利赛人足后的，活咧街路，徛咧十字路口，徛伫遐，别人看到你，看到就甲行礼。啊是讲咧会场内底坐咧头前第一排，哇，伊是律法的专家，伊是法利赛派的吼。古早看这足后的，足好的。当伊倒转去看遐，伊看这做是损失，是无意义的，是无路用的。过去看重伊家己人的成就，当伊因为甲基督相拄，知影遐拢是无意义的。所以这项讲是真有意思，一个价值观的改变，而且即个看做希腊文是完成式，表示讲是一直咧进行的。我一直咧定心咧改变我的价值，一直拢咧提醒家己，毋通搁做迄种自我中心、靠家己的成就来骄傲的人。第8节，保罗讲：我看认捌我的主基督耶稣最上宝贝。这通讲是足强烈的一个价值观的表达。认捌基督，但对伊来讲是最上宝贝。是超越一切价值的，是无价的。咱讲无价，无价，无别项通比的。会当甲耶稣基督结连，成做团契，这是上水伊咧追求的。其他万物呢，我拢甲看做粪扫。粪扫原文是无路用的物件，啊是有时会讲人放出来会使，这拢是真歹的意思。但是保罗用这来表达讲，古早伊看这贵重的物件，当伊已经拢甲伊否定，甲基督相拄比起来，过去我靠律法要得到义，还是我靠人的成就，这拢是无价值的。到这，保罗已经讲出伊的价值观的转变。第9节，伊搁进一步，搁较清楚讲，我伫2种义中间做出选择。我无搁要靠迄款靠家己守律法来得到的义，我已经无爱遐。我当有的义是通过信靠基督得到的义，是根据信来得到上帝所赏赐的义。讲起家己的经验了后，迄个价值观的转变了后，伊最后做出结论。所以我这2种义，我选择基督的义。我已经放弃律法的义，人的义。最后第10节到11节，伊搁一解做结论：认捌基督，搁体验伊国外的大快乐，这是我所盼望的。甲伊做伙受苦，体验伊的死。这是保罗咧讲，我当上期待就是咧追求这项。咱知影进前保罗已经讲起。伊也提醒腓立比信徒学习怎样分担苦难，诚做同受苦的同伴。第1章已经讲起2解。伊嘛用基督受苦来解说伊家己的受苦，所以伊一直甲家己甲基督的家己的苦难，甲基督的苦难连结做伙。当伊讲，我盼望经验
基督的告我的溃烂。而且真有意思的是，迄个顺序真要紧。保罗先讲，我毋茫体验伊的告我，接落去讲，甲伊做伙受苦，经验伊的死。到11节最后则佫讲，毋茫家己嘛会当对死告我。这个顺序真要紧，期待告我，然后经验受苦，最后才真正毋茫这个告我。告我爱经过受难，才会当体会到告我的价值。想要跳过受难，直接要去经验告我，这就变做一种错误的信仰。路德马丁伫伊的十字架神学内底，就真清楚表达这：无经过十字架苦难，无人会当真正体会告我的意义。保罗也共款真清楚掠着这个经验，一定要经验甲基督同受苦，才通得到告我的毋茫。各位兄弟，今日这段经文会当互咱学习两个真要紧的功课。头一项就是保罗伫这段经文内底最强调的，因为基督来称作义。伫今日经文内底，针对腓立比信徒所面对的这种错误的教导，特别讲起除了信耶稣，嘛爱受割礼这个主张，保罗毋但甲因反驳，佮谴责因，讲因是狗，做歹的人，是家己挂上身躯的人。为着要指出因的错误，伊用家己的经验做例，讲起若要外靠肉体，还是外表的礼仪，伊的迄个荣誉榜是搁较长啦，落长。我有7大项互恁看。然后伊讲，但是我价值观已经改变，我单看认捌基督做上宝贝。过去看做好的，单已经看做损失。所以伫保罗眼中，毋是讲律法无路用，律法已经死啊，是保罗律法死啊。保罗伊律法已经死啊，律法已经无法度对伊产生一种吸引力。对伊来讲，基督才是真正的宝贝。所以伫第9节，伊真简要提出，因为基督称义的即个神学。伊讲大圣，咱着爱拒绝律法的义。律法的义有两个可能，一种可能就是讲靠个人守律法，要得到迄个个人的义；另外一种靠律法的义是。因为犹太人有这个做上帝选民的这个族群的身份，有人讲你是犹太人，你就会当接受这个集体的义，做阵领受上帝选民的身份。不管头前这种个人的成就，还是后壁这种族群的身份，这拢是用人做中心来追求的义。保罗伫遮讲。我当所有的义，是通过信靠基督来的。信靠基督这字真有意思，希腊文会当翻译做两个无共款的表达，会当翻讲通过信基督，嘛会使翻做通过基督的信，通过基督的信。所以一个是讲通过咱信基督，另外一个讲是通过基督的信。基督的信当然就是讲基督的信心，上帝基督对咱的一种 faithfulness， 一种信心。真有意思，现代的大部分学者拢主张第二种翻译较好，因为互咱得到义的，毋是因为咱有信心，我的信心变做一种条件呢。互咱得到义的，是因为基督对咱的信，基督通过伊的信息，为着咱完成拯救。这保罗讲，通过基督的信来得到的义。安尼表达的时阵，咱就知影，这个义是用基督做中心的，毋是人。今日咱若讲因为我有信心，所以我称义，这有可能嘛？还佫是人做中心。
但是因为基督的信息，互我，互上帝接纳，安尼就倒转去到基督做中心。这是真要紧的一个基督徒基本的道理。咱毋是靠咱有啥物特权，咱有啥物特别的身份，还是靠咱家己有啥物人道德的成就，互上帝称咱做义。咱完全是我靠通过基督对上帝遐领受的恩典。这咱去年咧读罗马书的时阵，真长的时间，咱拢浸伫即种真要紧的教示内底。所以，因为毋是咱靠咱家己，是靠基督。只讲无人会当上帝伫上帝面头前夸口家己，敢若会当夸口基督，敢会当夸口基督。伫过去教会历史内底，一直拢是有即种主张走出来。除了信耶稣以外，家己就要搁做一寡努力，靠家己的一寡努力。靠家己的一寡要素，这里新约圣经保罗批信出现足侪解。伫哥罗西的所在，伫遐讲，除了信基督以外，你嘛要接受迄个天使的理论，做期的理论吼，过即种无共款的犹太做期的理论。伫罗马书内底嘛有讲。除了信耶稣以外，你嘛都爱搁接受摩西的律法，是咱今仔日加勒泰今仔日的腓立比甲加勒泰拢有共款的，讲信基督以外，都爱受割礼。所以就是一直拢讲基督以外，就要加一项，安尼才会当得救。这是人性定定有的一种自我的有限。伫咱台湾百几年前，伫咱台湾宣教的苏吉兰宣教师梅甘无牧师，伊伫台湾各所在做真好的报道的工作。伫个一本册内底，伊讲起，伊发现台湾的汉人的基督徒，家己拢会加物件啦。所以讲起得救，最后讲得救爱靠信心，就爱搁靠行行。就还佫靠仰望，最后就还佫做好代志，做好事，才会当得救。伊讲到最后，咱的基督，咱的神教所教导的迄个讲，独我靠信心，独我靠恩典，唯独信心，唯独恩典，拢已经无去啊。不唯独信心，不唯独恩典，变做安尼，所以讲，咱不是爱倒定心倒转来福音的精神，抓着迄个上帝恩典的礼物，毋是想讲靠家己做啥物。各位兄弟，今日即个因为基督称义即个道理，确实足要紧。所以咱即两礼拜咧讲起腓立比的时阵，咱嘛甲伊将伊甲今年1700周年的即个尼西亚圣经做一点仔连结。伫顶礼拜经文内底，咱将迄个基督看无家己的迄个真水的迄个看无家己迄个主张，甲尼西亚圣经内底的基督论甲做连结。伫遐尼西亚圣经讲，咱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到最后讲。甲爸同质同体，耶稣本来有上帝本质，无滥用，伊降低家己，正做罗卜的款式，但是最后上帝甲伊高举伫一切的名的顶头。这是顶礼拜迄段经文真水，互咱看见尼西亚圣经内底迄个基督论。今日经文呢？要帮助咱了解尼西亚圣经内底的迄个拯救论，拯救论就是因为基督称义这样代志。咱的经文讲，我现在有的义是通过信靠基督，是根据信来得到上帝所赏赐的义。我要
我要望体验基督的过活的大快乐，甲伊做伙受苦，体验伊的死，望我家己嘛会当过活。这是真要紧的拯救论。咱是因为耶稣基督替咱死来得到拯救，基督的义成做咱的义。这连尼西亚圣经内底嘛真要紧。尼西亚圣经内底安尼告别，阮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伊为着咱人，为着咱的拯救，对天降临，为咱定十字架，受咱埋葬。照圣经所记载，第3日过活就天。所以今日经文会当讲反映尼西亚圣经内底的拯救论。耶稣基督是因为咱人甲咱的拯救来到世间，然后伊为着咱定十字架、死埋葬、过活就天。咱会当将咱每一届咧读尼西亚圣经的时阵，就会当连结讲，咱伫腓立比所读过这真要紧的信息。这是今仔日第一个甲咱分享真要紧的主题，伫基督内底称作义。第二个主题嘛真有意思，保罗伫遐讲，咱基督徒才是真正受割礼的人。保罗咧对敌的是遐主张讲爱肉体顶头真正阁受割礼的人。这个人毋是一般的犹太人，是犹太基督徒。搁较可能就是原来是外邦基督徒，因为腓立比遐较侪是外邦人嘛，可能是外邦基督徒要改信犹太教，所变做犹太化，相信犹太教内底真侪物件，基督徒嘛爱继承嘛爱接受，所以因才会强调爱洁净。强调爱拍拼，强调讲肉体的割礼真要紧。保罗伫遐批评讲，恁是家己乱挂的人，即个和合本讲妄自行割的人，家己乱挂的人。讲这了，伊讲，咱才是真正受割礼的人。即句话互咱真大的一个思考。为什么讲咱才是真正受割礼的人？确实，若为上顶的角度来讲，割礼会当应用伫基督徒身躯顶，毋是指外口迄种肉体的割礼，是咧讲咱心灵受改造，活出一种新的信仰群体，而且认真伫世界来见证福音，这才是叫做真正受割礼的意思。伫拄仔第3章第3节，保罗用3句话描写即个接受新割礼的生活态度。伊讲通过圣神敬拜上帝，夸口基督耶稣，无瓦靠外表的礼仪。这3句第一句、第三句较容易了解，讲唔通过瓦靠外表的礼仪。原文就是无搁我靠肉体，肉体当然直接来讲是咧讲割礼，但是肉体这字若广义来看，是咧指人所做、人的努力，还是人的成就。所以即句话嘛会当互咱想起拄仔讲的律法的义，甲基督的义的差别。毋通搁靠人，是靠基督为着咱所做的。第二句话嘛真有意思，讲夸口基督耶稣，这咱拄仔嘛已经讲起啊。因为耶稣基督为了咱所做的，咱无搁夸口家己，敢若夸口基督耶稣。啊是讲旧的遐律法主张律法的义的人，因会夸口什么？因会夸口的就是因守律法，因真捌律法，啊是讲起因道德的成就，因有做啥做啥。但是真正受割礼的人，敢若夸口基督耶稣，无搁讲家己啊，无搁讲人的成就啊，一切拢放伫基督身躯顶。人会当做的，只有用信心来回应。不过这3句内底
我感觉第一句上有意思，第一句上有意思。第一句讲通过圣神敬拜上帝，即个翻译毋是足好，因为若倒转去看希腊文的原文，翻译是讲通过上帝的神来敬拜，毋是通过圣神敬拜上帝，是通过上帝的神来敬拜。而且敬拜即个需要解释，敬拜即个拉吹啊，就是伫世间服侍的意思。即古早伫希腊罗马世界内底，你伫市场做工，你伫做生意，你咧做甚物款的工作，迄拢会当用即个拉吹啊，就是服侍的意思。所以咱会记得，咱前一届咧读罗马书的时阵，罗马书第12章第1节伫遐讲，兄弟姊妹啊，我劝恁将恁身躯献上做活活的祭，是真正的服侍。就是即个，咱真正献家己做的祭是啥物？就是要入去进入世界去服侍。即个原文就是服侍的意思。我会记得咱伫读罗马书的时阵，我有特别解说，这就是咱今仔解决中咧讲的天职的概念。咱伫世间做甚物工作，拢甲当做服侍上帝的代志。所以即句话若伫照即个来解说的时阵，就真有意思啊。保罗讲，真正受割礼的人，就是用信心带着信心进入世界来服侍上帝。这甲传统犹太教伫圣殿内底献祭真无共款，迄是咧宗教场所内底服侍。但是保罗伫遮讲的服侍，是进入世界服侍，伫圣上通过上帝的灵。进入世界服侍。会记2礼拜前，咱读到第1章27节到30节的时阵，嘛有一个真要紧的表达，伫遐讲，恁的言行举止，就符合基督的福音。2礼拜前，我有甲大家分享言行举止，这个原文是 politeia， 就哪亲像你伫城邦内底生活安尼来表现，亲像公民同款的行为表现。保罗爱腓立比的信徒，将基督福音的精神活出公民的身份。这就是讲，伫罗马帝国内底，你用上帝国公民的身份来生活。这我前一届甲咱讲，叫做另类的公民，活出一种另类公民的身份。这也是真正受割礼的意思。传统的割礼是伫宗教礼仪内底、宗教场所内底。但保罗讲，恁是新的受割礼的人，恁就进入世界，哪亲像公民来服侍。这礼拜自发性的这个大罢免，这个公民运动，表面看敢若失败。但是这个失败是扭曲来的，这个南北两党将这场公民的运动，甲扭曲做反逆的运动，结果得到因的组织的溃烂。但是扭曲迄个原来伊的精神，伊的精神是迄种罢工罢业的这种志工的自发的运动。每一个人出自这种公民的力量，自发自得出来做这代志。真感谢上帝，这中间也有侪基督徒，因哪亲像腓立比书内底讲迄个另类的公民，因行出来，徛伫信仰的立场，参与伫这个公民的力量内底。礼拜5暗时，咱守护台湾的祈祷会中间，咱教会两个兄姐拢伫志工团内底做领导者，因伫遐分享因的心路历程，听了非常感动。因
家己拢有家己的头路、家己的工作，但是无眠无日，用一种信仰的精神，将这个公民的力量发挥出来。这个力量当已经累积，要成做咱将来台湾继续进步、继续来改造的一个真要紧的开端。上帝要继续带领咱保守咱台湾民主甲自由，咱也为着这个志工团满心来感谢上帝。咱做伙阿头来祈祷。阮天听到的上帝，阮感谢你通过保罗甲腓立比信徒的批信，互阮学习信仰的道理。特别保罗佫一摆提起伫基督内面正做义的意义，毋是靠家己的成就，是因为基督的信息已经为阮完成拯救的工作。保罗嘛提醒阮，怎样正做一个定心受割礼的基督徒。这个新的割礼代表阮愿意将信仰带入去世间，用公民的身份来服侍，将信仰的价值表现出来。这是真有挑战性的工作，但是也正做上有气力的见证。恳求你继续引带阮兄弟姊妹，伫信仰甲生活、信仰甲世界这个关系中间，天条主你所予阮的信息，来做你忠实的囝儿。献上感谢祈祷，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第575首。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请咱起立来吟。
请坐。即时是公道的时间，咱要为着下面3项代志来祈祷。第一项为圣经学校秋季班规划甲老师的邀请；第二项为着最近台风灾害的复原甲农业损失的救助；第三项为着立法委员会当用台湾优先来守护咱的家园。咱即时请做伙出声来祈祷。最后，咱请倪博轩接续带咱做公道结束的祈祷。献俾上帝，你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带阮的脚步。教会圣经学校秋季班的课程当在备办，求你互同工看见你想要教示阮的真理信息，规划出合你心意的课程，嘛替阮准备适当的老师，会当分享你的话语甲价值观。求你保守圣经学校的一切安排拢顺利，互所有参与的同工甲兄弟姊妹信仰得到栽培，搁较坚固。慈悲疼痛的主，今年暑假风台带来大风大雨，造成台湾侪侪所在淹水、停电、农作物歹去、财产损失，甚至有人失去性命。求主怜悯同在，安慰受到困苦、心灵忧伤的人，嘛保守灾害了后环境的恢复甲重建，互灾民的损失会当得到救助，生活得到平安甲快乐。公义和平的主，感谢你看顾台湾，完成第一波大罢免投票。阮看到侪侪台湾人，大家团结做伙，为着守护国家民主人权的生活方式，以及子孙的未来，打拼跑走，阮实在真感动。求主继续施恩赐福，互每一位立法委员拢疼惜台湾，认真守护国家甲人民的利益，行公义、好人民，共同阻挡对敌的攻击甲渗透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做伙来奉献。
会众请起立，咱用奉献的诗做咱的祈祷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，咱请看周报通知事项的所在。7月开始，牧师团要开始传讲腓立比书的信息。今年是尼西亚圣经1700周年的纪念，信息要结合尼西亚圣经。8月底才去接续传讲第2以赛亚书。请兄弟会当先来即个读腓立比书，会当帮助认捌圣经的信息。大专新生特别选填学校，欢迎介绍因会当来加入济南教会的学生团契。会籍的迁入的公告，请咱看周报内底的细节。香港团契要聘请刘建宁团队做专职的同工。香港团契7月13因有举行这个家会，全体合意邀请刘建宁团队做这个专职的同工。有经过这个委员会同意后，向这个小会来提案，要进行这个相关的程序。这南小会伫这个2019年9月7日有设立香港团契，到今仔日已经第6年，正做伫台湾香港人伫信仰上的支条。香港团契的兄弟为着促进福音使命，7月13举行家会，全体合意要调向设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香港教会来努力，这属于咱济南支会吼。经过这个委员会同意了后，向小会提案，要进行相关的程序。期待伫济南教会设教130周年，会当为上帝献上感恩的祭。守护台湾基督会伫每礼拜5暗时7点，请咱踊跃来参加。另外，8月初3暗时6点半，伫咱教会有人权电影甲座谈吼，如何发动革命？请兄弟来参加。台南新人院新学期新学期要伫咱教会开8门课，欢迎兄弟报名来参加。细节拢写咧周报内底。团契消息，请咱家己看周报。具体消息。孙德雄长老6月25凌晨2点，伫台北英民总医院安孝主怀吼，伫世间96年，愿上帝坚固伊对教会、社会甲家庭所做工，愿上帝安慰，甲正遗族同在。伊个别礼拜是今仔日下晡1点半，伫咱教会大礼拜堂来举行。主内赵汪摩尼姐妹7月16上午安孝主怀，伊伫世间98年久的时间，愿主安慰遗族。个别礼拜要伫8月初9 10点，伫怀爱馆景仰楼至善2厅要来举行。以上报告，请陈牧师来介绍新朋友甲请安。
各位兄弟平安，咱来介绍今仔日的几位来宾吼。头一位是拄拄安幼主怀即个王摩尼姊妹的后生吼，赵英文。欢迎哈。住伫泰山要搬来台北的一对夫妇，蔡宗泽夫妇。英歌教会周文琪甲尤千佑，已经先离开为托朗托转来的廖宏妙、黄志珍，来欢迎欢迎。为美国 DC 倒转来陈忠信。欢迎。最后嘛是为美国倒转来陈怡君女士，欢迎。请咱兄弟彼此请安哈。白佑先生的查某囝甲囝婿嘛请因起来，互咱欢迎一下这位来吟圣诗第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金丝刷要请梁牧师来祝祷，会众请起立。愿上帝平安，我给一切人所想的教的，伫咱的主要所记录内面，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、生活、工作、甲服侍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咱今仔日的敬拜到这。